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总阿总股，又到了你老后上人大追股的时节了。根据统计了下，全台湾木卡度嘅叫的老庙的加起来，超过了全台湾15岁以下嘅成人嘅数量咧。有人讲咧，木卡度就算无学成人，天出要学一条庙嘅，也讲学条叫的老自家来做盘。解埋意思嚟到面数啊，也讲沙群软体，而你看到嘅唔係老木卡人嘅翕相，點到係那種毛小孩的照片。做下個不安尼咧，你甘願做叫老廟嘅農菜，咪唔係來做自家木卡度成人嘅農菜。咁樣你就有請到6個後生人老太向下來分享啊，用版嚟服侍木卡度嘅寵物主人，眾場歡迎。之前老太小姐都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優秀講魚的、龜的、條的、兔的、老鼠、狗的，還有阿伯嘅阿志怡，一下呢係超級叫農菜喲。排先人木卡係動物園。你小公就紅誒，你男朋友未興你學界啊？咩呢？你係幫人男朋友學？所以人木卡咧下係動物園。冇，幾條都係以前有學過嘅。咧下轉做叫界農菜。都慢慢嘅比到前大去，一下就存下一點點。哦，咧下等下來講一下。以前當那個寵物園園主的那個心得是什麼？哈，聽一下那個小姐都係立架。大家好，我係同學用妹妹，唔高手，一下就變做叫農菜嘅呢家。同學用妹妹了，他變叫農菜了，之間的邏輯在哪裡？定下唔出啲咧。你 V 18歲了。係用妹妹18歲，錯步伐，上我架。繼續。賺到每數下，你係跌到變講下，冇強容嗬。第三道啦，我手計都係飛起。大家好，我係當多年經驗嘅叫農菜，不過我呢下係鳥農菜。哦，對，學叫呢下變做學鳥，兩種動物到底有乜嘅冇共款？等下老大家分享下。第四則，老大家手計圖白鉗。大家好，我係學寵物嗬，咪係最客家 style 嘅種白鉗。經常來小姐都係牙齒炎。大家好，我係父牙公反對學叫嘅，結果牙手老牙公變咗叫農菜嘅阿爺妹。即係當到新聞當空都有安尼吼，爸爸媽媽動腦學叫嘅熊貓，結果佢帶轉去，結果了下爸爸媽媽目睭看到就叫嘅老貓，看到聲音哦，轉嚟哦，我自己去食飯，我服侍嘅叫主人。真件前面就係牙公千行牙冇開嘅。真件等下來分享下，對面老太太小姐都係阿師傅。嗨，大家好，我係因為食補養，故說我要讓牙補養向下變做叫農菜嘅小鳳。唔單止變叫農菜，變到似奴。冇唔錯，因為冇辦法啦。夾本用嘅農菜。哦，真件好嘅。唔過啦，講起來一談起來，大家從細到大一開始就講到青島嘅寵物，嘅阿小鳳家又講到咧寵物係本養本單學過係冇？係冇唔錯，因為嗰陣時吼，我問簽約以前吼，我唔知講叫學叫嘅，一見簽約以後其實第一隻叫嘅啦，咁樣冇辦法啦吼。故所就向下學啊。我屋卡嘅叫嘅吼，今年已經動厲害咯，已經15歲。佢係馬爾濟斯啊，馬爾濟斯嗰陣時我本用講佢吼，佢叫嘅到底有等於什麼吼？我知道唔係叫嘅講嘅，係主人講嘅。那係主人看到佢講佢當等於啥，佢就一定等於啥。係佢講愛學，你就一定愛落佢買做佢。係啊，因為嗰陣時嘅叫嘅，佢看到人吼，佢就會去世界嘅義工，去世界嘅面，係，佢會用佢嘅頭腦去創人故事，你就知道講啊，原來呢隻叫啊很有緣哦。結果你學嘅以後，你才發現到，你搭隻朋友去做人福卡，佢就會去世，你搭隻朋友來，佢就會用頭腦去撒嬌，又要啊，擺喺邊邊度嘅，佢對搭撒就暗號。不過王小鳳冇強容，佢家意思講，不是我們自己覺得好就好，係主人。不過佢係萬人講好，佢夾本樣講嗌，兩條狗當等一下，結果因為我係安尼啦，兩條狗真係當等一下。大事情愛決定，小事情我不用決定。唔過乜嘅係大事，乜嘅係小事，就係我不用決定嘅。很惡吧？不過面條先家回傾要講到，挑白在當當應該。
叫弄菜，你下用咪變做咬弄菜咯。我學叫差唔多學20年，因為係啊，因為從細到大細，不卡一切都要叫啊。還不卡改叫，我們都沒有把它當寵物，我哋都係要佢當做家裡人。不卡因，係從不卡因安樣看待，和保後是係用咬嗰隻為到雙胞，我這樣唔會變。咬弄菜啊！會傾我同樣係弄菜啊！會傾學動到，特別學叫啊，包妹學咬，要學兩嘅成語，要學煙，眼會學。那邊要學一隻經驗叫西雙幼稚園。好，差唔多，我哋大家都係扮演哈。嘅阿志怡咧，但學按到通波，即個係通波演嘅嚴重。嚴重，但係係嚴重啊，係超級叫弄菜。你有問過，因為你愛講係是半年前嘅事情誒，因為當時呢是半年前，我媽媽就先兩用。是半年前董卿，應該那個戲說台灣。董卿以前，我媽媽就兩用了一條，她寫嘅貴賓叫，當時佢叫佢非常菜過，已經凍老人點哦，就讓佢哭哭腔是說，身體已經都唔好咧。嗰時候我媽媽就帶佢拍攝嘅貴賓叫去看醫生，看先生，佢先生醫院地背度就講。那片啊，還有一條狗啊，係拉布拉多動態雜嘅，咩當菜哥，唔做你帶轉去冇？我媽媽就想啊，看起來咩菜哥嘅，好啦，帶轉去，就強下帶轉去咧。結果你就學兩條狗嘅，我姐啲高中嘅時節，有頭嘅啲名路達風，兩用了一條臘腸狗。嗰時候你不卡地背度，以前就有學過咧3條狗嘛。唔過從一下記了都已經做甜食誒，從一下就存下愛嘅點點，就係貴賓狗誒，就係愛吃家。做一下就係叫弄菜啦。增加收容所。真甜誒，全部收容所我會看到有人在爭那個中途啊，要一個領養那種，夾去領轉來。你有啲時候會做一下中途，因為有啲叫佢整運動菜個，就我想去搶人來領養，唔過係咪按價錢到嘛？那係帶啲收容所係非常嘅艱苦，係故所做中途，係搶時照顧佢哋。唔過家裡家就開始就講到當好。楊妹妹，不過你下做叫弄菜係乜意思？我不卡叫咁上到當場楊妹妹。冇唔錯，我不卡叫出係楊妹妹強樣就錯咧。我先老睇下講一下，我知道家睇下分享後，我啲資歷可能較淺條嘅，我係3年嘅叫弄菜天天。故所呢，我頭擺些嘅時間冇學叫嘅，因為我動講叫嘅，因為我爸爸就講啊。要學叫嘅都麻煩啊！韓國我阿姊妹有本叫嘅熬過，故所呢，爸爸媽媽呢吃些嘅時間，吃些嘅時間呢，叫做個金子捱過。做唔定名叫嘅，冇可能本嘅熬多就錯咧。故所按些嘅時間其實是動講叫嘅，唔過呢一直到3年前。3年前嘅時間呢，我等一下嘅字義好字吼，其實呢，314唔是假。等一下，好，嘅字義好字呢，其實呢分享本愛嘅po文，就係我嘅叫誒。你自己係當場裝咧。自己寫咗分享本愛講，你看伊叫佢當場用咩咩，而阿姊係講伊唔係當下用咩啊，就講真件你叫佢真件當場用咩，故所我夾夾呢就分享本愛阿姊講，你看伊叫誒。係唔係當場用嘅？其實講真件呢，故所研究想講，跟你就去2款那好咧。不過我們要認領的時候呢，就發現到一條叫嘅吼，真件係明星狗，用版狗呢，佢會分享動動擺，超分享動動擺，嗰時候動動影相可以認養嘅時間呢，你出來儲牆，你就想說啊，你冇要叫試暈啦，冇可能儲會到嘅啦，故所呢，親密嘅時間冇想到，你就儲到嚟呀。寫叫嘅，做啲再將握下，叫下嚟，然後結咗握下嘅，就係我嘅楊妹妹寫叫嘅。一下見唔衝楊妹妹咧，真件一下唔係衝楊妹妹，我出冇好記啦。開玩笑嘅啦。不過真件啊，從你特別行業嚟講，你係命帶祝福嘅，是人家嘅東西，命中注定就是你，真件，就是我愛你嘅感覺。不過會唔會個？阿爺妹，坦講有冇卡叫咩領來係嘛？係，因為我帶鄉下咩，佢當到冷啊，咩會叫嘅行來行去，嗰種係幾樣時就要偷偷去吃其他嘅東西。唔過做唔得本來冇看人發現，我問阿公媽，唔過我就不管，我要繼續做牙齒㗎，不管。都係2017年嘅樣時哦，我接上次嘅叫嘅出上嚟，佢同人家相打。同絕對叫嘅熊大，不是說當洋蔥。熊大就知道嘅。就係互相咬，
古时候给松口就动称，但是同学不考验讲啊，佮出松的东洋葱来吃了去。古时候我不考验咩可能。你老去伊哦，吃了无落去出药嘅。其實嗰種叫嘅技術上，其實個要去熬嘅醋嘅啊。哦，佢要會水，唔過佢松口睇什咩？我又冇學過叫嘅。冇叫。我又冇學過叫，我帶去看醫生。古時候我考驗就哦，好啦，就先吃了去。佢用時我就想講，幾好嘅，我要不用佢走啦。唔過寒天來，我就講，我要太寒咧，做唔得學到我話要帶你來我卡學。對，你天又來，做唔得，我要聽嘢咧。聽嘢嘅從弄有啥個做唔得，就帶着來。嗰時候呢，牙公就硬妥協，嗰時候一下吼就變咗全部看人親好牙嘅叫嘅就係牙公。哦，已經啲牙科卡完全棄退，完全自霸了，超，幾有名棄退嘅。孫五嘅角色。嘿，嗰時候看人喺牙叫佢長到牙冇卡時間，我冇學過叫咩，我就講佢東漢，我就換佢全新的羽絨被子，也是啦，還有正條哦，搞到安尼用像形容啥？當地影響當中一類法呀，係咪當地影響？這是金沙。咩做啲人用講，嗰時候一下吼，親家上皮定，冇卡叫嘅就係牙公，叫嘅咪係親家上皮牙公嘅就係叫。唔過牙齒同人家老叫嘅保到人正經當地影響嘅吼。睇冇錯吼，我看嘅表情都干苦咧。你做什麼？你保佢之前有先問過警衛老去保到人。佢沒有反抗，就是喜歡。受傷了，他受傷，他冇法度讓你抵抗，冇強讓你意思。不過，你下問觀眾朋友即係講，我卡度駕駛呀，我卡度要學一個鳥啊，也係講學叫，也係講其他嘅寵物，形容版先來嘅嚟韓國學寵物嘅嘢，談講話要當到嘅前頭係乜嘅前頭，你下先聊下，等下仲嚟繼續攞題材攞嚟分享了。而家一邊記住看起來，會非常嘅菜個會叫，佢就講媽媽出門會到村前，走到哋學點冇，都咪幾歲？你喺做哪一出睇戲攞嚟講啊？你當好講到正條嘅地位。變成安呀！誒，你好叫我這個7-11跟英國，你好叫我去講這樣你去講第一天，以後你就要用師傅壓喺擺弄嘅地方吼，這點壓條呢，然後一定會擠壓到你。然後會放屁。難怪。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假如問我大家學了哪啲寵物，不過家談個題題係叫鳥好多嘛，不過張伯強。我卡度學嘅當貼片嘅寵物，等大家少解一下。錯，今日談到動刀吼，總算揾到愛講咧，那個狗啊、貓啊，哎呦不見怪啦，因為大家普通人就會學嗰種東西啦，吼，咁我人學嘅東西哦。係老鼠啦，係冇尾哦。先講哦，是沒尾哦，係寵物嗰種嘅。唔係水狗地。唔係，我要花千賣轉來嘅。好，那麼一種係燕狗啦，細隻嗰種，唔係功夫嗰種。好，啊，做乜咁樣學嗰兩隻動物咧？體質就係年紀係因為基本係花千啦，哈，古一年差唔多花。1000口很幼寸哦，冬天上千，你看一堆養狗養貓的在那邊，聽你講眼睛怎麼講？我會學老鼠啦，燕狗嘅眼睛係因為該東西係因為3年前係我提咗把血栓啊，該東西我冇法度疼痛嘛，哈，所以我腳鼻咧哈切到啊。然後當你看個天花板，然後覺得自己快憂鬱症，覺得人生好不動菜果啊樣。結果呢，我朋友看到我按菜果啊，意思同我係那種什麼魚中魚啊，寵物店看一下，因為買寵物走在然後來做判啊樣，做判啊樣。然後結果我就看到哦，該老鼠啊，你知道那個寵物店該地百度嘅老鼠都很可愛啊，還有，我就寫那幾隻吼，凍胚凍拍嘅老鼠。然後你挑用嘅會處。是這樣子吧？你講啊，係冇有錯嘛？咁你會頭嘅凍胚嘅咧，因為人認為凍胚等於凍空田，因為人本身是冇空田啊，我喜歡看到那種活潑的啊，凍發發的，嘿，所以應該是大機轉體哦。結果咧，到剩一個須節咯，1隻變6隻。佢太條係以為佢以為佢懷孕嘅，係孕嘅，佢係媽媽
的啦吼。我爱学到咧，不过吼，电动哦，我发现，基本爱看到希望的感觉哦，就是让我在那种黑夜中看到一束光的那种感觉，有新生命嘅感觉。哎，所以爱平哦，行路行好啊，转好安伊样。得你的人生还以为老处救到佢嘅，不要讲这么卑微。我觉得也不错啊，因为咧，佢嘅路就不应看到，自家嘛有希望嘅感觉。新生命。好，再来吼，大家看到你荧幕当红，你好有4种相片吼，通过安尼彩冲有声音，可以带宠物去，还有穷下来食盘，你看，还有宠物嘅，叫一个巴带，还有巴基，还有臭乌鸦叉，了到到底系玛莎，将把镜来推一我来下。团一下，其实不是团啦，因为啦，我老咧主人讲吼，大白了嘛个广播节目嘅时间，几时会带去进落一个那个录音房啊？哎呦！当场演讲嘅主人公不当场演讲嘅主人公就是阿志怡啦。对，你这个来讲一下，做嘛要做得按支片。冇，因为呢，其实我老父亲嘅想法强用，就佢唔係計劃，唔係寵物，佢就係我嘅生人嘅。故所我就從照顧不卡到嘅人來照顧佢嘛。冇，我對我生意嚟冇玩嘅。係我夾㗎嘛。唔過聽講阿志怡會留嘅叫佢請下食飯。算係強下食飯，因為像有啲時佢清好食水果嘛，咁其實寵物啊有啲時做啲事就會較空氣較刺激水果對佢嘅身體咪動好，故所以我就會從自己生年強我自己會咬一下較細隻嘅就本佢食，不過有啲時佢就非常嘅用嘛。非常的有挑嘴，他毛病很多啦，有啲時佢心情他冇上嘅時嘅時間，佢就會寫一下。寫下過後呢，佢就冇愛按用，直接按用冇愛。佢就啊，佢這樣寫下聽聽，按用懂大宋誒，我就直接識睇咧。你明路方大家都會講，學寵物人加上會有青島嘅針條，比如講看對啲寵物唔到底要來講心思啊，看，你啊。陳志怡係嘛？其實我冇按我爸老佢講心思，因為你看佢叫誒過來按送，我老佢講按財公。你要第過來吼，佢過來子非魚焉非魚之樂。好啦，我看起來係動送啦。故送嘅我就唔會老佢講心思，我本佢聽太嘅壓力。如果我俾老佢對話，就會比如我出門以前，我就會講媽媽我出門咯。有啲時你出門做事嚇到嘢嘛，故送我就會前幾日就老佢講。你哪一年會轉來？係，我本有心理嘅準備，我就會老佢講，因為佢就看起來。我非常嘅財，我不叫，我就講媽媽出門為到賺錢，爭到啲血點冇，都買雞腿。你係做哪一出睇戲佬嚟講啊？你老男朋友報告出架出外嘅嗰種資料嘅行程係冇？山係啦。自己就係概念。呢家我老娘叫佢報告行程。我每晚老佢報告行程嘅，唔過我每晚老佢講心思按用，韓國有場時我準備主持，因為我去講佢無聊嘛，我就講來裡面再來做嘅觀眾哦，裡面再同好發通開始了，按用我就見到佢練習，跟佢講啊，係我同佢嚟講，不過其實按用勁行唔可以參嘅，因為佢真係咁煩嘅。你會知道懂6年。係懂6年。6、4嗌去做牙叫，嗌冇去做牙嘅那個觀眾聽眾。係，嗰做牙觀眾做唔得啦。係做唔得。佢阿爺唔會老牙個卡叫佢講買飯咯。我唔像自己已經做媽媽，我準我不卡叫按到。來輔導期，來輔導期我同佢安名嘅，因為我露台，是這樣子，給我露台，我接送同佢講，有愛阿姊嗎？愛不愛姐姐？有沒有愛姐姐？不愛。然後他也是走掉。因為看我演，有誰去甲叫哎？跟你會老牙老公講啲嘅朋友。我唔覺態度係完全冇強用。頭先是嚟講吼，老這下寵物準做自己小男朋友。可能拉去報告行場，佢白欠咧，你有冇睇嘅寵物？你有冇演過？我老師講，因為吼，我老愛演過講話啦，因為我演過係戇戇雞種，細隻嘅，它的那個不是那種大家一般嘅想到嘅太嘅演過啊，唔係講話，不過我要對機唱歌，係，不過係嘛嘅師姐對機唱歌咧，我唱歌按好頭。好啦，我馬嘅師姐對佢唱歌咧，係我寫信嘅師姐，因為我攞佢學到我嘅寫信件，
因为它系我洗土方哦，唯一一只蔬菜做在看到人体嘅地方，所以吼我学到改变。大概洗讯嘅时节咯，我是会对机冲过，还有那个麦克风连普通，哎样冲，希望肌肉人吼像我成为一样这么会唱歌的明星。我可能基本大就唔会讲法语表诶，我做过分望子成龙嘛。阿小凤看到面前全部个错冇个理智啦，冇乜嘅理性嘅人。大班嘅钓个糖同来冲过还有下蛋呢。唔係，因為剛剛講豆豆因為老師個重複講法，伊就喺重複嘅理解能力係真研究，其中嘅分講係傷心也係無歡喜，一兩種感情嘅表態係無共用啊，伊就喺叫為吼傷心同無歡喜係感受係共用嘅。嗰時候老師講啊，基本心情都唔好，佢話知道講，而家很種心情是屬於負面嘅，佢話有一些嘅強，有一些嘅會變較點清。然後，唔過佢幾年冇看到，佢咩辦法過來。其實哈，他沒有理解到這麼清楚。一所有嘅動作嘅重複，係按你眼睛嚟想出來。佢睇起上嚟都講下開哦，咁樣啊。其實市面上有賣嗰種重複翻譯機嘛，如果睇睇會想講，你重複到底係上賣，唔過我相信有啲重複因當上係助人翻譯機，就講你助人了下到底喺講乜嘅？你講嘅太簡單，我就一隻書堂唔識佢到底了喺翻譯，也係講佢嘅馬眼，共用冇共用嘅意思嘛，唔過。再來看天意解釋講，最好本自家重複10點睡。阿志穎就按這麼按哦，每天都想要被壓着睡。愛情好，因為愛情好難點重複睡嘛。唔過點點唔好，因為佢講講愛動飯，愛就會見咱佢見見。愛咩吃東路啊？哦，唔過你以前愛姐姐學嘅嗰隻派啦，唱歌機做咩青好本人難點睡嘛？佢係會放喺你哦，放啲枕頭當好，唔過佢嘅頭按洗咋，嗰時候佢就放啲愛素胸鴉片，愛就愛用難點佢，懂你一下，你當你都強下睡嘛？佢老你準咗佢男朋友，扶手當會摔到人素胸當好。冇錯。哎呦，真嘅，不過。腳咬嘅人咪強讓後半自家全部砸到心房來睡嘛。係啊，成貓貓啦，我嚕佢都會睡到嘅兩隻腳動哦。佢本佢砸到是因屁股咧嘛，佢是睡個屁當背啊。佢本佢砸到，好少暖，好少暖。冷天嘅時節好少暖，因為熱天嘅時節就起到當熱火火嘅。係啊，佢本佢砸到只係上次會叫 BB，可是啱啱就是讓他這樣睡。對我腳麻了，還是讓他這樣睡。如果講到呢老寵物強下睡嘅阿小鳳，也冇卡嘅寵物，也冇卡叫嘅，聽講。大概細聲，聽出來老人聽下講。因為我平常時我是有準備嘅名蟲啊，不過只要帶佢去細聲細轉啊，以後佢就會知道講，我哋喺動槍裡哦，故說我一定要送名蟲，我本佢送名蟲吼，佢會欠哦。哦。啊，我佢叫佢咩話分，而家講，嗱佢幫啲啲衰要嘛，佢開始咪乜啲啲衰，不過佢會發現到吼，我全部家我會翻身，其實都講聽物件嘅。故說我冇佢叫佢全部衰我聽下單。哦。佢當好講到枕頭嘅地位。然後叫我去講7-11跟英國喎，然後叫我去講呢一件，佢去講呢一件，以後佢就會用師傅也喺擺弄嘅地方吼，指定一條嗱，然後一定會擠壓到你，然後會放屁。難怪大伯王小鳳來錄讓嘅時間，我知道有一種東西配得偏，真嘅。原來係亞伯卡嘅酷酷。唔到佢辦之後，佢係咪先搞多出來啲喎？如果自家進來水木，好啦，咁個講正經啦，因為然後要動多種嘅寵物嘅弄出來，係佢自家性管度要動多改進嘅。觀眾朋友們想下，你有兩道嘅枕頭啊，等下轉來繼續落大家分享，還有哪道嘅寵物弄出來嘅枕頭了？這種是呢，一邊拔點點，一邊拔拍拍，這種是拍拍就動出來惡死，動出來惡死啊！那就同佢們嘅機場茶嘅司機嘛啲嘛，就惡死，惡死，哎，用架車，我冇數拿嘅手搞睇，我就直接用數，你要數出價就價的，小問咯，結果咧。唔得，佢講到哪裡？佢奧特以後，唔最後要用個數字，然後佢前嘅最後一下喎。不是講到按前奏。歡
欢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假如問過大家，你做寵物農場嘅時候，會有哪條嘅針條？假如講到對對寵物講心思嘛，還有最後本寵物扎到順風。然後講第三就係講，為咗本自家寵物較長命。不管係花幾多時間，花幾多錢咩感念，呢種事情就來問一下黃少峰。聽講咧，基本即個木卡做嘅酷咧，就叫為為到較長命，係食很肉。係啊，因為嗰陣時候，因為一種小型犬啊，當多嘅添加味道愛本佢哋好看，故所當大部分就會近親繁殖，佢就會有遺傳病。但小型犬最大嘅毛病就會有得胃，有得骨頭。有啲耳講較唔好，當容易發炎啦。經常係帶濕疹啊，一體內較潮濕，佢叫佢啲體內放衰毛，佢耳朵就發炎。啊，結果我張提講吼，冇得去看醫生唔對，得去看張提講，我嘅胃咩唔好。結果隻小型犬胃係動創藥嘅，當到小型犬佢會進腦界嘅原因就係因為胃。哦，胃蟲唔好。係胃蟲唔好，胃蟲唔好嘅小型犬就直接，因為其他嘅大型犬冇共用。呢種小型犬其實講實在，當到味道較為好嘅主人，我用嗰條豬肉，也係雞肉本佢條食，其實小型犬根本就唔是，佢條胃啊堵唔了。係，故所我嗰陣時我真發現到，佢先生講，冇我本佢食漢藥冇，佢漢藥食以後改善佢胃，因為胃顧到全部啦，顧到佢以後嘅毛色啦，還有佢目珠啊，咩話較好，咩話較面。還有耳講，因為很多耳朵發炎吼，最後嘅叫嘅目珠本來係無色的，天天係變強色，變強色你就要注意了，強色以後佢係變唔轉來了，唔知個點眼藥水嘛個，佢就要變青光眼，最後就啪啪佢就看唔到，係，故所以叫嘅目珠對無色變強色就要注意，跟人耳講沒有關係，啊，嗰陣時聽到我，反正我唐先生嚟講，一鬼拖嘅吼，我就嚇到嘅，哦，佢食開藥必須啦，看幾多錢？我講下禮拜過來，我要來；下禮拜過來，我要來。嗰種佢啲11開始，差唔多是半年嘅朋友。哦，唔過你下做咩當松樹同長命？係啦，佢真嘅係種友好啦，因為佢家看起來係像4年嘅，係根本就冇像係15條歲係咪？唔錯，不過所以會有千多嘅主人，我想講本世界因為佢咩係木卡嘅，想講花幾多錢咩唔驚嗬，所以我要。因為有後輩嘛，我看到後輩，我知道你動神先，咪講，明路巷會有千多人，咪講拍那種樣片，就看到這個木卡圖，一轉到木卡圖，第一件事情，唔係去做其他嘅事情，係男定這個木卡圖叫嘅，沒有太呢個隻機，啲死貓死狗，有啲叫嘅順風會有出年數，要出年數，我唔知用乜會去皮，這個木卡圖會叫佢咬一個線嘅，阿志怡。我老太家講。因為四愛批叫嘅啊，一定愛批夾嘅腳狀，也係整飯點我整飯都點樣。他們講，你們叫弄出來啊哈？因為大家叫嘅夾嘅腳狀嘅線啊都冇共用。有乜嘅線？老嚟講，乜嘅線？像點點以前他後生嘅時節，愛批夾嘅腳狀嘅線，係有啲像烏嘅。烏嘅線。係，最近有啲冇共用咯，這個口味不一樣了。最近又變成那個多利多汁嘅米，嗰隻片子我真係非常特別，因為你東南去講佢係東鄉還係東出，不過我本佢調到啦，真嘅。嘅背起，因為兩條牛，因為皮嘅腳狀嘅線哦。我唔會皮腳狀，可是我咪係食做食療轉移波卡，就是阿喵喵是男人，因為佢音樂機搭對就很療癒，然後我就開始。緊接着大口吸毛，一直吸到我自家滿面都會貓毛，然後我是會乾面去洗洗。懂說是空哎，壓卡真熟。對啊。回去你係要那個，我要幫你通報一下嘛。不是啊，動靜鬆。你係要雕到嘅冇雕到。你係曬到嘅。不是啊，音樂機搭的真的很療癒啊。吸一吸以後，你也會吐一撮那個毛球。我會吃貓草。一皮給虛接到，他還把這個鼻孔按一邊這樣子。按一邊什麼意思？你看下輩，因為家要講到嘛，為咗本自己嘅叫嘅鳥，要講其他嘅寵物好聰明，會發動到些。撒下來是係講無止境的買東西進貢，讓自家嘅叫嘅鳥遵守基調講係主人賣東西賣公平，賣哪條公平咧？阿志。又係愛。
就迄那个阿店啊，整年青岛嘅衫褲，春夏秋冬嘛嘅季節嘅衫褲都有。韓國呢還有特別嘅建議，比如講過年嘅時節愛做過年嘅衫褲，耶誕節嘅時節愛做耶誕節嘅衫褲，愛特別去過年嘅嘛。根本就係你去搞上愛記做，根本唔係記上愛做。好啦，佢最近還有賣水嘅，我再過來就我這個點點唔會睇咧。再過來就係呢，你出去嘅時候有啲時候愛坐嘅湖南嘅茶嘛，嗰時佢只有3台茶，因為係無強嘅功能嘅，再過來呢有3隻卡棒，愛帶佢出去嘅，係咪呢家嘅名廠沒有3隻名廠，嘅屁股呢有5隻屁股，係嗰時呢因為嘅屁股要愛分講，寒天嘅屁股啊，還是熱天嘅屁股啊，愛用下風片啊。嘅阿小鳳也不卡叫嘅，要本佢按到公平冇。其實我喺味道有一條行程啦，去公園嘅喺開始帶佢去公園，我買嘅熟嘅。哦，唔帶佢去較遠嘅地方哦，旺嘅去老街，你就開始買推車。哦，你再發現到哦，有時常在坐高鐵，你再買手提車。冇錯。係有時候手提車，人家行程要坐高鐵去旺街，就手提車轉背包。哦，有時候去客山，佢有啲呢做唔得，你就真係買背巾。跟洗腳嘅張話，係馬爾濟斯啊。係啊，跟人叫你是公雞咁啊。你都得重訓鳥。重訓啊，有時候。你這種就瘦嘅就說對了。好的，你還是養那種米克斯，好的，你要不看我們養高山犬，這高山犬也挑50-60公斤，你有辦法？完全唔一樣嘅東西。你有辦法？還有最昂巴係嘛個你嘛？當當然學叫，我想講啊，冇裝修好，我攞去洗身啦。嗰時候就去買嘅是。佢洗身嘅東西，你就去套嗰種純天然嘅，哦，嗰種哦，咱講病人用嘅更加貴。冇錯，天然就用乜嘅杏仁嘅洗髮精。唔記我咩同我叫佢洗啊，我就拿個正品來用。結果根本就用唔脫，係嘛？因為有洗幾擺，就是說，係喺本人洗較強啲啦，好，結果又拿去本人洗，結果變到倆係看到係真人當上用嘅。你做在傳本嘢冇會安排去用。冇，我是甲當上拿來洗，因為結果全國人，我想講啊貴，我是甲用茶壺洗，也講全國人。佢叫誒用按貴嘅，佢洗得按用洗唔得。係咩？佢洗得，我洗得，我咩有毛啊？哎呀，做得啦，做得啦。你做白兩種去吃嘢嘛？你看下禮拜6樣嘅冇油率嘅，看出地嘅油行人做得用嘛？哦，你個看下一集就講，你試到，我卡到要學重運嘅天出。為本從無一個拗到，所以外界商圈樣板多嘛，唔會講嘛，唔會同在呢個。冇唔錯，唔過我吃到我個生活像阿姊強樣，冇像一叫阿妹叫阿爸按我爸啦嗬。唔過我叫為做我係老妹。如果樣蠻講呢，因為我同好了解，就是嗰啲了解講啊，是叫來，你咩仔來按樣。我有一擺我就同好去看 Instagram 底部度呢有個叫嘅動作嘅相片啊、樣片啊，我就看到一叫嘅吼，佢嘅水果推那個水果網袋，睇到一叫嘅個條拿到，哦，佢做動態影像，我就想講，你係褲拖，我想講，裡面在啲水母我哋用看得幾好嚟，我將樣條，1、2、3，套，佢就。天啊！咧，嗰時候其實我知道我係自家活該。對，活該。你看過，你也曾經看過，其他人可能還有都有踹過，你係自家沒有被他咬斷手，吼，真的算幸運。後來係沒真嘅，哦，真嘅，那款下回之後，這個鏟屎官達人，可能起到抹做的那種，因為學狗啊、學鳥就會做那種挖屎罐，啊，回去，你係挖屎挖到都有心得吼。嘿，因為鳥記都會自己跳進去貓砂裡面漚屎嘛，喊我呢就清解鳥嗰個屎啊。你係挖屎嘅咬面係冇？係算係吧，因為我知道，因為我是當愛我個鳥啊，喊我是會將心比心，因為鳥佢其實係當愛乾淨的動物。好強力。嘿，所以我是為咗佢個。該貓砂地圍度該，不管是尿尿還是大便時，全部都清到洞牆裡，和清後嘅時間，我會用濕紙巾先再個吹一擺，然後乾淨的貓砂再個分佢大便尿尿。我是到強鳥已經到最尾吼，你挖屎罐就做到洞河。洞河啊，完全都唔驚嘛，個手手嘛，個都唔驚。做到洞河，不過阿姊邊喊啊歪，喊啊強，喊啊咬面來主要來講。
俺迄乜嘅铲屎官，俺迄夹屎官，因为有一班俺去甲带个点点还有派派，你用啥叫他抽个机场茶？给我是那个一边拔点点，一边拔派派，给我是派派就动出来俄斯，动出来俄斯啊！俺就动根本个机场茶个司机嘛，你嘛，就喂俄斯，哎，用啥，俺无数拿个手搞太，俺就直接用数，你要是我吃酱有酱的，小温好嘞。唔当佢教到哪里？佢乌體以後，唔最後要用數，要用個數字，然後佢前嘅最後一下喎。不是講到按清楚，我講咧，他看天性有掉人會盤。無好彩，大家從比動好，我都非常的強烈。古時人吃家用食，好，佢司機冇看到我就哎呦。莫講吧，條拿個手給他裝進去咯。佢攞到窗户打開來，人家冇危險，冇公德。你手用個啥？啊？那個손頭出那樣。也就拿個那個濕紙巾啊，攞佢出啦。真的要跟你一起講。難道到最後留給司機壓數誒？你心都煩啦！我來看最尾陣，咱吃到肉肉腸胃嘅肉到最尾嚇，木卡度嘅腸胃見來見到係乜嘅眼睛上，到路上看到咧流浪狗、流浪鳥啊，咧流浪嘅動物當上那個那轉去，那兩轉木卡度啊實驗。就像我一下我多記就係我手邊的浪浪，我一下有一種習慣啲路上看到叫啊咩，我就同佢講翻，你有愛啲啊呢，你有做人嘛，當然佢就唔會上來，不過也係一個儀式啦，我就同佢打招呼。不過因為我一下要開叫多記嘅咩，因為我多記同做人同相搶，所以接受。助人吼炙熱的愛，佢冇辦法接受霹靂叫嘅咩話，吼，故說佢看到霹靂叫嘅咩話，佢會不抗，佢會動天，佢會夾起來，佢會夾起來，故說應該係冇辦法再個數其他浪浪，還有就像你一樣啊，你跟你老公就是雙重標準，炙熱的愛，係炙熱的，炙熱的愛。如果講到你喺寵物呢個動動，因為討論過，你喺寵物到底做得大到辦公室嚟大到自家做些蔬菜去做些麼？有日本有當到公司嘅推出，啱唔啱？仍然有5億嘅養貓假，係講還有5億嘅照顧假，了對，還有5000塊嘅那種津貼，家私本啊業務本咧都津貼，唔會帶人嘅到期去上班。啱冇？因為我就會吼印象我同佢講。印象去了解，想講佢啊哈，就去哪個啊，小佢有教操人家做些麼，我會分心，用我工作嘅效率為下講。冇辦法，冇法度，冇法度。真嘅，不過講到咧做寵物嘅農場，到底除咗了到以外，還做得得到神經力，哪度嘅好處咧？等下再嚟繼續落大家聽下來分享了。你叫我就唱唔唱啊？因為吼，我知道佢本我懂強大的療癒感，我從一開始有佢，我知道佢很逆來順受，因為佢都做。當然啦，因為有愛人嘅助你，係嘛？控制狂的助你，還有因為佢都做在陳述我嘅神經質，因為我從頭啦，到底做唔得神述，到底唔可以射天啊，到底你就會看到我就。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加入問過大家有哪度學寵物嘅人，將會有個徵條。不過撒下嚟先問大家講，你知道啊？你學寵物學咗咁多年來，有時就會知道，學寵物真係帶來你唔單止係身心靈，你到千多地方都有好處嘅阿小鳳知道學嘅苦咁多年來，你知道最感動嘅所在來？最感動係乜嘢哦？有陣時候你去外地去做生意。差不多2年3年，才會轉到木卡，你就會打電話講，木卡有人想愛無啊？你就講有啊，酷酷當想，跟人冇人咯，我咩唔知。我啦，反正酷酷吼，我木卡叫嘅係安尼，我安排到那係無轉，佢就唔可以洗面床，佢就會鋪啲嘅門口，看那個門口，唔要揾無轉，有陣時唔轉了，開門佢還蠻響哦，好，然後門關起來以後，張叔說，本意朝向哎，佢就開始很誇張啦，就一聽人家去攬佢，家去壓佢，冇半夜佢會驚嚇，你這樣安撫他，其實佢就會聽叫冇看到嘅，你當笑。佢還有另外一種，因為也係老嘅，佢叫冇看到吼，點樣會欠，
因为唔照起奶啦，用六音无转咯，啊，就开始个紧拍，那银蛋头，银下头都夹屁股弯的。好像哦，就真係第一欠你嘛，喺度欠乜東西咯，我丟丟嘅，然後嚟欠。因為做吃到那個學叫啊，真係動槍人係冇，跟阿爺冇，你知道你不卡叫，你要學按當年來，有乜個神仙靈雙倍嘅天數在蹦出，在後出咧。我堂記啊，就知道記啊，就叫的等於歌星呢。我叫的無乜強用呢。你叫的就槍唔強用啊。因為吼，我知道基本我懂強大的療癒感，我從一開始有見我知道佢很逆來順受，因為佢都做當然啦，因為有按那個注意，係冇。很控制狂的助人，還有因為佢都做在陳述我嘅神經質，因為我從頭了，到底做唔得手術，到底唔可以射天啊，到底佢就會看到我就。佢就按用了，佢按用很無奈的臉，就當場然後給爛狠狠，佢就當場那個太人講的啊、戇啊，就很像我的玩伴。當然後處就像阿公講的，叫來夫啦，我帶財啦，佢股票會賺錢啦。曾經有冇？曾經有。啊冇，一絲絲啦。哦，曾經有啦，因為睇版英為講嘛，豬來腔，狗來富，牛來是作馬步。咁嗰啲係睇版英遲到，牛咧為帶來本應唔好嘅影響，所以不卡到假使要向牛可能不卡到要為做拍事嘅事情。唔過呢一下嘅事態冇強用嘅，向牛咪會帶來幸福嘅結果嘛。係，因為從俺自家心情唔好嘅時間。鳥的是會，因為鳥的鬧狗冇可能，狗就是一直會汪汪叫嘛。它鳥因為躺到去喵，其實是很難得的事情，對不對？那心情唔好，其實亂醫順頭人講話是喵喵喵，躺到去，安因喵喵叫，你真的是融化。我其實點點讓你走盼，所以我知道佢讓我走盼，安因是哪嘞？是從我自家嘅無下人，佢講帶不帶財，我知道該對我來講都冇重要。係。所以，竟然就是太太講咧，你對寵物其實你不是把它當寵物，即係撈去遵守自家嘅聲音。所以然後有毛小孩來吃嘛，就係講你真經係你不卡嘅蛇窩嘅朋友。嘅你家，我知道你不卡學嘅寵物真經懂貼片，因為你不卡堂講學嘅美在金錢，係幾不卡人就冇想要學寵物，冇想要學狗嘅。冇唔錯，因為我哋屋下無論爸爸媽媽、阿姊啊，我哋其實全部人吼都唔係頭擺動口叫嘅，看到叫啊，等一下，唔係按用嘅嘢。不過一下我學叫嘅，其實當然都吃到動快樂，就像家下小鳳講到啊，大家講到嘅，就會看到叫嘅等嘢嘅幾種感覺吼，係當小暖嘅。韓國呢，其實我知道，因為俺咩老我媽媽、俺爸爸睇係咩老嘅嘛吼，俺睇嚟做唔嚟攞去做飯，嗰種叫嘅呢。然後佢哋向下做盤，其實咩尊重嘅陪伴的感覺。有一些推卸責任。哪有推卸責任？我知道其實就係叫為本你帶來當多嘅煩惱啦。係啦，因為嘅幾番人蔬菜愛拌茶啦，冇愛肉菜就愛拌咖啦。第二個肉叫會較刺眼啊。所以嘛，就講人家洋洋向自從公水，自從洋洋冇嘅單滾床。古時候我嘅叫為吼，他現在地位都比我高。我媽媽都講，唉，一叫佢比你行較孝順啊，比你行有效，因為你看，做每做自愛人吼，當然想到留自家男朋友啊，自家女朋友啊，結果咧都冇卡到手嘅叫誒，沒有去批判自家誒爸爸媽媽，結果你真係愛死人，我有安尼感覺。不過那個叫เรา寵物學嘅研究過後，我們一定會想到未來嘅事情，像小鳳也不卡叫咧嚇。19年咧，15歲，你會想到未來嘅事情。按到年輪有乜嘅想法冇？有啊，其實吼，其他老人就發現到，其實叫嘅老年嘅強弱，佢個性吼，會隨着佢年紀，慢慢有轉變。佢真係見到見顛倒嘅問題嘛。係因為我學佢，又要學阿媽嘅。嗰時幾天我吃醋唔啲嘛，會摩擦，係佢會摩擦，佢想講唔到話搶男牙媽係冇男牙，嗌咩係牙死人嘅呢？嗌男牙媽佢就啲喺度去拍，講拍乜東西咯嚇。然後因為有時候是自己真人見到嘅，以後佢會偷偷嘅表嘅一絲絲嘅。我走到嘅碰到順風鵝鳥，
嘿，唔係，其實我前一天來吼，標個意思是，基本唔敢聽到啦，佢啲個我本人推啦，吼，佢標個意思是咧，就對看，然後你很記有條故意師傅對等，佢真嘅係完全師傅對等咯，係你冇很記家佢可能係恰恰嘅，你睇到佢很唔以後，佢就師傅對等，所以上人都得。反正就內心戲，漏點到，生悶氣呀，吃到幾四星的啦，對，就係四星就講。然後你有時你就要夾夾過去吼，可以安撫一下，然後佢教一下，然後佢開始行為裝矜持，佢開始冇得肥，結果娘佢咩？即動神，因為種有啲係像人類老人家咁樣種老人神生人心，係就按呢意思。不過按你學按到嘅從我學按叫過後，正經嘅行喺提醒人哋觀眾朋友，最重要係嘛？解就講，你學嘅寵物，不管係學哪種寵物，就係尊佢係一種生命。唔係講你你下看到人學啊拉布拉多，就說哦拉布拉多好帥氣哦，結果眼皮去買一條狗，然後講去寵物店買一條貓嘅。來轉到屋卡來學，結果過了2-3年過後，你心頭一個，心頭一個就上來攞佢木梯，就我現在不需要，我屋卡了下冇安胎，冇安發嘅空間，就上來攞佢跳梯。結果像小寶講，我屋卡叫了下10個歲嘛，可能到10個歲過後，你身體會有輕度嘅問題會出現，就像人啊，這種關節啦，輕度嘅問題出現，你要發出去承諾講。你到10幾歲、20幾歲，還有法度從安用心去照顧佢，你才有辦法去真正做好一個主人、一個經營，係冇？阿姊，你知道你做主人按多，也唔係主人，係農場其他嘅主人，做嘢嘅媽媽按叫嘅，你知道最大改變本人心軟度，最大改變係乜嘢？其實人講講誒照顧點點，對於親同嘅人啊，還有事情會變到他還有耐心，再過來會有還有包容心。因為從生人唔係生人啊，各位就當種生人啊，嗰時候親同人都講毛孩就是小孩，跟住你看到佢啊、大伯啊，非常簡單嘅事情就非常的聽，非常的歡喜，跟住你就會感覺講，其實事情冇按難，人生冇按難，我們就會更加有赤子之心，會有童心。再過來你愛講個照顧狗啊。咩做得訓練你照顧生人嘅，像我以前就照顧按樓條嘅話，嗰時候像我一下就當會照顧我姐姐嘅生人嘅咧。我成人，我孫吼，我睇結果媽媽還唔點樣幫人照顧啊？唔講，姐姐捱來。係。爸爸真係唔曉得。爸爸生人嚟從細就會坐定，阿叔撲低，你睇。變係啊，唔係用照顧啦。所以你知道真正你對照顧成人真係要好。會有好，因為你像家下你家講到嘅，佢就唔敢自家去命嘅事。唔過你照顧成嘅戇矮，嘅事自家又不哎呦。冇啦，冇嘢啊，全部有濕紙巾啦。有啦，不過有段時間你將嘅夾嘅尿布一打開嚟嘅時候，佢行出去嘔啊，係冇？我說夾去食吧。韓國叫餓尿，一直這樣飆上來。就做媽媽，你絕對唔會夾惡做，就按你意思，因為講那是你的小孩，你就一定什麼都是會攞去丟屎丟尿，全部都會響嘅。這就條惡霸啦吼，唔過正經哦，今日大家講到安度嘅照顧自家寵物嘅心得，即係講寵物其實唔單止係寵物，佢係喺你嘅屋企，用把佢照顧佢，用把佢攞去做伴，就係你最大嘅目標，韓國責任咯。最重要係乜嘅咧？下禮拜用嘅時間，我哋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宮》，要他睇下歌，上嚟了，拜拜。上來了，上來了。那是僵屍了，僵屍的手手，僵屍對。